大家好，今日想同大家講講中國反擊美國針對中國船舶加費，要反制美國船公司同埋相關嘅金融機構。另外，特朗普要剷除軍中異己，好似暴君咁對佢哋講：你唔接受你就辭職啦。11日係中國人民共和國成立76週年嘅華誕，喺9月30日晚嘅國慶招待會上面，國家主席習近平發表激勵人心嘅講話，指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嘅偉業。憧憬同埋挑戰都激發我哋只爭朝夕、永不懈怠嘅奮鬥精神。喺中國領導人鼓舞士氣嘅同時，美國總統特朗普就喺度打擊軍中將領嘅士氣。喺特朗普指示之下，美國戰爭部長克格塞斯日前下令召集幾百個身處全球各地嘅美軍將領，9月30日喺維吉尼亞州一個海軍陸戰隊基地緊急集結。呢個情況極為罕見。當大家以為特朗普政府有咩動員大計嘅時候，原來只係一場清算異己嘅宣示會。克格塞斯喺會上發表講話，佢話歡迎嚟到戰爭部，因為國防部嘅時代結束咗啦。克格塞斯話呢次改名係為咗重振軍隊嘅尚武精神。特朗普幾個月以嚟一直認為國防部呢個名唔夠強硬。克格塞斯話風一轉，就轉到軍中嘅覺醒運動。佢宣布美軍政治正確嘅領導時代已經結束。佢要終結軍隊中嘅所謂覺醒文化。克格塞斯話：美軍基於種族、性別配額同埋歷史性突破呢啲錯誤理由，提拔過好多軍官。政治正確、過度敏感、唯恐傷害任何人感情嘅領導方式，由現在開始喺各個層級終結。佢表示正在放寬軍中嘅紀律規定，並且削弱防欺凌嘅保護措施。重點係廢除軍方喺經歷當中醜聞同埋調查之後建立起嘅諸多保護機制。佢正下令重新審視國防部對所謂毒性領導、霸凌同埋欺凌下屬行為嘅定義，賦予領導者執行嘅權力，等佢哋無需擔心報復或者事後被質疑。佢呼籲修改人員檔案中不良資訊嘅流傳規定，令嗰啲曾經犯過可以寬恕、無心或者輕微過失嘅軍中領導者唔使永遠背負呢啲過失嘅負擔。但係喺過去幾年，美軍嘅霸凌行為同埋有害嘅領導作風已經被懷疑同好多宗美軍自殺案有關，其中包括2018年因為受到霸凌而自殺嘅年輕水兵布蘭登·卡斯爾塔。克格塞斯演講裏面仲話：五角大樓之前一直被告知我哋嘅多樣性就係我哋嘅力量。佢認為呢種論調相當荒謬。佢哋被迫發布令人眼花繚亂嘅 DEI 聲明，即係多元平等包容聲明，或者係 LGBTQ+，即係性小眾聲明。軍方被灌輸女性同男性冇分別，或者男性自認為女性係完全正常嘅觀念。佢將使用電動坦克或者係新冠疫苗嘅強制令，亦都列入軍方嘅錯誤政策清單。克格塞斯仲話：如果軍方領導人唔喜歡佢嘅新做法，應該體面咁辭職。台下嘅美國將軍對克格塞斯嘅講話毫不熱烈。克格塞斯講完之後步下講台，當時全場靜默，直到佢走到台下之後，現場嘅將軍們施正酬式開始拍掌。克格塞斯贏唔到美國將軍嘅尊重，亦都好正常。佢只係曾經喺軍中服役4年，最高只係做過上校。呢個職級連做將軍嘅跟班都唔夠格。但克格塞斯憑住做電視主持嘅表演，得到特朗普賞識，提拔佢成為指揮全軍嘅作戰部長。咁樣又有邊個去服佢呢？特朗普亦有睇到將軍們嘅反應。佢上台演講嘅時候教訓咗佢哋一番。佢話：你哋想鼓掌就鼓掌，你哋想做咩就做咩嘢。如果你唔喜歡我講嘅嘢，你可以離開。當然你個職級就會保唔住啦，你會前途盡毀。據美國媒體報道，呢次會議引起一啲將軍嘅不安同埋憂慮。如今克格塞斯正致力對五角大樓進行改組，近嚟已經接連解僱多名高級將領。今年5月，佢下令將美國全軍4星上將同埋海軍上將嘅數量減少20%。可以咁樣總結：第一，美國白左總統主政嘅年代，喺軍中搞個覺醒運動，或許有錯。但係特朗普如今嘅暴君式統治，叫將軍你唔喜歡就走，甚至對不同政見嘅軍方領導，例如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米利，佢想起訴佢。呢啲做法又走到另一個反面，有啲恐怖統治嘅味道。第二，估計未來美軍將領將會大清洗，特朗普會將民主黨提拔嘅將領大批清走，造成軍方領導嘅大動盪。但係如果未來民主黨又上台，又會唔會請翻啲人翻嚟呢？
咁轉嚟轉去，美軍可唔可以有專業嘅領導呢？如果民主黨用人係政治掛帥，特朗普而家亦都完全一樣，佢用人講究係聽話，唔係講能力。第三，美國軍方咁動盪嘅領導局面，對中國唔係壞事。另外，特朗普政府嘅港口政策行將生效，而美國航運界而家就仍然一頭霧水。另外，講講中國點樣反制美國對中國船隻加費。美國對中國建造嘅船隻額外徵收港口費用嘅獨計，即將會喺4月14日生效，但係具體嘅實施細節仍然模糊不清。多個美國航運界人士近日抱怨呢個政策仍然令人一頭霧水。但係中國就出招啦！9月29日，中國國務院公布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際海運條例》嘅決定，修訂會包括任何國家或者地區對中國國際海上運輸同埋佢嘅附屬性業務嘅經營者採取或者協助採取歧視性限制措施。中國政府就根據實際情況進行反制。決定指反制措施包括向靠泊中國地區嘅呢個國家或者地區嘅船隻收取特別費用，禁止佢哋嘅船隻出入中國港口，禁止佢哋國家嘅組織或者個人獲取中國國際海上運輸相關嘅資訊，以及禁止經營者進出中國嘅港口，同埋禁止佢哋經營出入中國港口嘅國際海上運輸同埋輔助性業務。南華早報話，中國呢個做法係先發制人，明確將對任何對中國船隻實施歧視性政策嘅國家展開反制。國際君安證券9月30日喺報告裏面話，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早前發布針對中國船隻同物流嘅301調查報告，而中國最新嘅舉動可被視為一種對呢個調查嘅回應。中方嘅反制措施可能針對美國船舶，包括懸掛美國國旗或者美國公司嘅船隻，尤其係美國美心輪船公司。呢個公司長期經營跨太平洋航線，包括從中國至美國南加州嘅航運服務。美心公司喺全球貨櫃承運商排名第29位，佔全球運力嘅0.2%，佔比唔係太多。而全球範圍裏邊懸掛美國國旗嘅船隊數量亦都唔多。根據聯合國發布嘅有關報告顯示，呢個比例佔全球大約0.6%，而懸掛中國內地同埋香港旗幟嘅船舶佔比就係13.9%。但係儘管美國船舶嘅數量唔多，如果中方將美國背景定義包括到融資喺美國上市或者美國企業租賃嘅船舶，影響範圍就會迅速擴大。德魯利航運諮詢公司嘅董事克里希納話，美國嘅私募股權銀行同埋另類融資機構深度參與航運資產。如果唔知道中國反制措施所涵蓋範圍嘅確切定義，就好難確定佢嘅影響。但係魔鬼喺細節當中。另一方面，美國宣布4月對中國船舶徵收港口費嘅措施，至今仍然係一團迷霧。根據美國當時嘅公佈，喺第一階段，即係今年4月14日開始，美方將會根據船舶每淨噸位50美元嘅標準，向任何由中國經營者或者中國實體擁有嘅船舶收取所有海運服務費。呢個數額將會喺3年內以每年30美元嘅數額遞增，去到2028年每淨噸位就會收140美元。但係呢個政策嘅具體執行細節至今懸而未決。美國海軍與邊境保護局將會負責徵收所謂港口費，但係外界關注嘅操作流程、適用範圍等等問題仍然唔明確。美國航運金融論壇上週喺新加坡舉行，多位業界代表直言，美國港口收費嘅政策令人感到一頭霧水。美國有關部門早前承諾就費用嘅流程提供常見嘅答問，但係至今仍未公布。對於通過中國租賃公司融資嘅船舶係咪納入其中，亦都唔清楚。儘管細節模糊不清，大部分航運公司已經提前做好規劃。海運貿易新聞報導，世界航運巨頭丹麥嘅馬士基集團、法國達菲集團都宣布唔會喺4月14日對美國線嘅貨物加收附加費。一啲非中資航運公司都話會將中國做嘅船隻轉至唔停泊美國嘅航線。中遠集團東岸海外就表態話將會繼續服務美國線嘅客戶。另外，根據路透社報導，儘管美國針對中國船隻徵收所謂港口服務費，企圖壓制中國喺海事同埋造船嘅領導地位，但係全球航運公司仍然全速咁向中國嘅船廠訂購商船。美國戰略同埋國際問題研究中心9月24日發布嘅最新報告顯示，按總噸位計算，今年頭8個月，中國船廠承造嘅全球新船訂單佔比仍然高達53%，咁同佢調查嘅2023年中國佔嘅造船比例基本相同。可以咁總結：第一，美國未經深思熟慮就要加中國船隻嘅港口費，但目前都唔知點樣實施，亦都唔知會唔會繼續。
第二，由於中國造船嘅性價比太高，船東根本唔理美國嘅收費政策，繼續揾中國造船。第三，中國明令會對美國作出反制，美國做嘅船好少，但美國公司提供嘅保險同埋金融服務數額龐大。如果中美就呢個範疇打起貿易戰，美國金融機構會首當其衝，相信佢哋會逼特朗普政府喺呢個問題上面退讓。大家好，巴士的報除咗響 YouTube 有視頻之外，響另一個平台石榴台都有視頻睇。石榴台有好多獨家內容，特別係盧社長同我有關中國嘅新聞時事分析。製作內容需要投入好多嘅資源，希望你都支持巴士的報，訂閱石榴台。有你嘅支持，我哋先至可以繼續製作。多謝大家。